来看台湾一寡卖便当的，也是自助餐的，是拢总有超过10000外间。其中卖上介好的，就是伫咧高雄。民众甚至是认为讲咧，这是比家己要煮的呢，要搁较省效。也那台湾连锁家庭促进协会是来认为讲，这便当店开遐尼侪间，嘛可能甲欠工有关系。 食饭时间还未到，便当店的员工已经咧无用纸肉炒菜，每一道互民众会当拣的配菜早点准备好。怎么会特别想吃便当？因为比较省钱。会希望可以均衡一点，就是饭菜肉都有，这样比较健康。自己煮还要浪费水电瓦斯，这边煮很方便又省钱。 有民众一礼拜5天的上班日食3个到4个便当，也是自助餐，这状况嘛反映伫数字。财政部以及帮助业统计资料发现，去年度全台餐饮业以便当自助餐店增加率上悬，年增率来到6.8%，已经超过1万间，销售的金额已经超过345亿。早顿店、面店，还佫有小食店等等的店家伫咧后壁。全台销售额前3名分别是高雄、台中、台北市。高雄会当讲是全台便当店的销售王。服务型的人力培养不易，因此呢，餐饮业者会把宝贵的人力资源留在餐饮品质的维护方面，而省去服务的流程。会开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想，可是可不可以持续的下去，就是看后续自己的经营的方式跟口味的部分。 业者认为食物件非常重要，创业选择餐饮无意外，竞争者真悬，也是真有信心。不过专家也提醒，原物料起价、店租的成本，加上外送平台增加等等因素，拢有可能让成本来增加。若是要徛稳定脚步，恐惊嘛要应用着市场的口味，随时来调整。公司新闻吴刘婷、柯正准报道。